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有虔诚的信徒为两尊的神明月光菩萨甲太阴神君来做神衣，是用手工来刺绣的，真特别。台南市北区玉峰宫龙君殿的月光菩萨，和开基玉峰宫的太阴神君，当年9月8月10日圣诞千秋，拢有信徒来欢喜头壳顶的金银珠宝。今年某两位真虔诚的信徒，用2个月时间，亲手替神明提一领真水的宝衣，和一般传统的神衣风格无共款。大拢来这参拜，来这玉峰宫，就家庭下，感谢咱大孝家来这参拜。庙方人员讲，才有决心的玉峰宫出现真侪人来这拜拜，来向太阴神君祈求姻缘，希望平安顺遂。开基玉峰宫讲，除了神衣外，两位信徒特别替神明提一领粉红色的婚巾，和深青色的神衣做完美的组合，让太阴神君看起来更加大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